肺有事點做？好，大家做多一次啊，俾大家睇下。要講緣分㗎，呢個肺量係咁㗎，要配合一個動作㗎。大家要好多人個肺而家咪話有結節嘅，當然啦，有啲中藥係得嘅，食中藥啊食嘢係得嘅。啊，大家睇睇嗱，如果有棵樹就圍住棵樹轉嚇，嗱睇住嗱咁嘅嗱，隻手伸前一步，呵呵呵呵。個呵係由個肺度呼個氣出嚟嘅，係咪啊？呵呵呵呵呵呵呵，隻手伸出去就將個肺部啲氣打出去。最好咧有個地方有棵樹圍住個樹頭，一路啊360度，就頭先嗰度出面呢度咪得咯，無窮無盡，無窮無盡。陣間要全部都係圓嘅，冇錯。好似你可以八卦咁走就得，點走都得，就係一個問題啫。一定要呼氣啦，睇住揼步，呵，呵，呵，係。翻嚟好似揸拳啊！嗱，你隻手揸出去，好似揸住個空氣啦。嗱，你隻腳你好似我咁弓步，嗱，就隻手伸喺呢度，呵。呵，嗱睇住嗱吸氣，呵係，呵係，呵。唔該，你更好中氣。明唔明啊？要練個肺部，好多人個肺有結節，一味又睇醫生。其實醫生係要睇嚇，要揾到個好嘅醫生，識嘅醫生，揾唔到不如靠自己。但係靠自己一路醫，又一路揾醫生。當你揾到好嘅醫生嘅時間，自己自然就好咗啦。我再睇。